这个表叔总得不给钱你偷走啊！永信，其实你不是死唔得，为嘛该？因为佢係文中嘅榜樣啊！佢文中嘅榜樣，兩樣辦就好，我樣辦就好。永信，唔好緊張，到我本來處理了。民主，婆婆民主，聽我講，婆婆，你莫講，我冇想去談。雖然講我係事實，不過你做出了通奸害夫之事，天理難容。等門中進來，我聽老兒講，去官府告你。民主，呸！婆婆，你講乜該奸夫？馮才健，你講幾隻奸夫，就係你真實的公公啊！你才講乜解呀？馮才，你看到嘅你，按照各用心，佢係我結發嘅倉庫。事情發生在20年前，我共有兩子，太子文忠，兒子文義，因為無義，身染重病，性命垂危，需要金錢救命。萬人地家財萬工嘅青年愛，趁此機會開出條件，愛佢用心賣妻賣兒，常常將愛拆散一對恩愛嘅夫妻，我將會變成今日嘅陳父母，20年來了，我哋了時常偷偷見面，見不你，用心係為了同弟愛，講我你已經做了元老呀，那啲陳言愛，佢發現到。我本來介紹嘅機會，用心牢記，發生口角，一時失說，怎麼將他死死？這一切係我非，希望你能了解呀。就算我了解，來朋友，我也要公公嘅事，哪樣辦講啊？那是有人問題。你就講，佢公公參事命看分，喜愛保密心本分，剛才聽來心上門，都是喜愛安樣辦平，都是喜愛安樣辦平。是道正是道，你哋下當做冇碰嘅事情，一樣做一個小婦人，等到成年愛，實屬本人發現，生來打算難道你要毀掉我嘅家庭嗎？是佢唔敢。
个就好。民主，去倒一杯茶帮爱你。好。凡夫故乡难，方明珠本该问一道，为何陈言爱为死？又为何拆了方明珠房内，敲到一记响刀啊？太恩爱，我不敌呀。故乡难，今日还有乜嘅话好讲？哎呀，我老身吼，我又唔敢讲哦。共同之上，还有乜嘅好隐瞒呢？这家畜不可外扬啊！日日强势走来，太人呐！你爱嘅是马球啊，民主有见福啊，我言爱发大现啊，心态呀怒啊。一匹是老虎啊，你就不敢负啊，民族你上啊面啊，三我王虎啊，婆婆十八菜呀。太乱马来呀，娘扮黑马戏，就爱把开呀。民族傲哇我。比吧爱呀，一是龙马头啊，不一马对呀。婆婆，你忙个事情就算答应你，啊唔过，三世公公那件事，我绝对唔答应你。甜甜，给阿勇讲，系方明珠同奸杀害家干咯。爱卖命啊！大人，我冤枉啊！故人只有命讯，家家听家背，家叫听叫姐，家客是来听佢白嘅家子的。伊敢下地为当伊一生人的错误，非得国家希望婆婆求你。方明珠，
事到如今，人万有乜嘅话好讲？我错，所有事情係我做，我不應該通姦，被了公公發現，所有事情我來承擔嘛。反腐王民族，既然你承認通姦害人嘅公公，佢本該滿意，奸夫係好人，是好命相呢？這漢人奸夫係高家頭、後家兒、李家嬌、蔡我家，係關元聰也係屬霸王。方明珠，一個性格有冇愛恨土，愛做姑娘有冇表講義？共同之中，不得吵鬧來言，將他趕出去。得到奸夫名相来人了，在先将反腐数押3日後堂審。准备。退下。奇怪了，本港看他方面书，面容清秀，講話單純，無像係一個聖人嘅鄉書啊！還有本港滿記，奸夫是何名相？看他有口難言，講出高家頭、後家兒。李家腳、蔡我家是關元聰，也係楚霸王。你啊，係乜個意思？到底佢想要講乜鬼咧？我唔相信啊！錯啊，還有兩個凶刀。此生凶是哪一把刀啊？用心穷江水難逃，水難逃。反腐風中啊，你呀凶刀啊！阿爸身上要看過，要看過。冇可能！因為奸人婦，你真係心意同意啦。你冇人啊，又係你一路又嘅背叛詞。你就係國無義，
本官正是国文儿，你是你呀，海上爱马你国文儿，谈向用法费心机，飘飘的心肝将爱去，纵情天亮点屁地。太淡。本官老儿闭门俗事，一路去匆匆，是何脱离？当初该救出你父亲呀，也给父亲背来结亲，天地天意是你国本意呀，苦苦的命运给你走情你给阿爸赶来将来去呀，并爱推分爱出马大兵，总爱跌落嘅边疆去呀。家财呀，命运由命转来爱情呀。小姐，到底你哋一个乜解？我完全谈唔成，乜嘅婚事，乜嘅退婚。是唔是？你有乜嘅误解呀？你，难道你全部不知情，却是你父亲已经人嘅所做嘛？父亲，你有看到我嘅父亲？本官猜测，等候数年，不见父亲到来，可能途中有乜嘅耽误啊？好，本姑娘当作你完全不知情，暂时不用讲你。俺讲你身为一个父母官，理当爱戴百姓顺言呐。不对，你要从过后人，我爱过我嘅父亲，你要过他何来？我爱过佢骗婚，我爱过佢并爱退婚不成，等下打死我一命，而家家神同办案。请你莫输气。你是何名相？方才你所讲言，本官会一一调查清楚，帮你一个交代。但是，你要是诬告我父亲，本官一听唔会放过你。我王美云干过仲讲一查，只讲你干干相夫，真情意味。我国王义，公民正态。共同之上，却唔会将前所为啊！请你放心，等我父亲到来，一定会帮你一个交代。发兴你讲嘅，我就等来看，看你样办叛逆嘅父亲。熊男，你头上了两抹风采，孟超，这就在你身眼前，你亲属可不爱给，自从爱归家成家，我就来给空起来唔敢打，自己。人爱来时，我终于要戴上头上了。熊男，是爱帮你诉苦咯。用心，一件事情，脑送公堂，明天文艺就要开堂审案了。虽然方民主有声音系佢自己杀害陈延爱，也唔过巧强地度，肩负系你嘅名声，系你个用心，表扬办就好，
不以你吃素人罪，莫为你来问你很为难啊！做唔得，奇怪，深更半夜，父亲不安眠，来到庭院呢。我听你讲，给王美云来询问你人情，还爱告你被他退婚，不慎没有他性命，可有此事呢？俺用讲还事实，用心你。我讲的是王美云，叫他主动你文艺的前途，为到文艺，为到你的老爷，莫讲爱死人，就算爱我落18层天獄，我嘛愿意呀。做爱不话一门，未来也多啊。来引导我穷啊，哎，你来饮水呀，夫妻两啊人啊，并途啊多啊。父啊，命运真是捉弄你。